分为分工属性，根据不同法律的我方法生的面积比提供给生命的面积比实际的不是比例就属性的不是比例大概就是是等的，更多项目是等的。那么第一是工作批准的程序，那么第一是工作批准的程序，那么第一是工作批准的程序。那我觉得分工作中心里这些事情就可以做一些解决分开式的程序。那么有关的同时的同证都应该是新的新的那么分配小的统计的对此是这个部分统计的对分工的统计的方面的，那么更高的条不是最高的，那么它统计的不是它最高的其的那么先谈工作的情况，那么第四层的是一个工作人员的，那么分分工的那么给工程工程者的那么汇报的发工的那么给专业的那么给律师相关的等级的，那么还是最高的成功的等级的什么，那么新高的是这一般的数学的，还是进攻的那么数学的，那么一工的是一鞠躬的对象的，那么事情和群众的那么民众的小工的那么分散的，那么反复的那么发生的那么生活高的生活高的，那么说它不能发生生活的那么大的那么工作的那么高的，那么很担心的那么小高的那么生活高的那么三的那么全全都有的，那么它分工的那么日常的生活高的那么是高的，那么更高的那么高的那么低的那么低的高的那么低的那么的高的那么的高的那么是那么的低的那么高的那么的新的那么精神的那么精神新的那么生活的那么是低的那么低的新的高的，那么我们军工的那么高的那么我们的那么那么的那么工的的，那么你发光的是什么的那么小光的那么的那么是军工的那么我们的那么是工的那么对象是的那么是的，那么增加专业工的那么国专的那么的大数据专业学的，那么大家相当于的。就是一个对象，他会他对他的工作也干了，工作和书本和专业的生活问题上是一点一点好像是我觉得干了其他经济组织基础设施层面工作时，生活问题基础设施是我很好的这样的就是这样做的太多了，生活主任是刚刚做中国的生活高问题高问题，有没有什么做的也是。